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楊天。你嘅生活當中要當到大家你用心去看，用心去感受，韓國你咪就嚟攞佢記錄下來，記錄下來是為變成你生命一隻當重要嘅注記哦。你哋今日節目當中特別攞大家分享一本書，按到寫一首自家嘅詩，寫一條自家嘅詩哦。呢本書 Rita 看嚟非常嘅感動，應該40幾做的記錄當到，到底你係講乜嘅呢？特別今日講到你台中台北客家話，韓國台北客嘅文化姊妹哦。係時候你今日來賓兩位來賓呢，記得一定要當到時候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呢，我先來介紹呢本書嘅統籌，今日係你台中市客委會嘅主委龔俊亮主委，歡迎主委。福氣來咧，主持人 Rita， 還有天視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東市來嘅龔俊亮。哇！你東市客啊，我當好聽我朋友主委。接下來，我出來分享一本書嘅作者，同時呢，金丹槍我寫文章寫詩，佢係呢寫台詩寫到非常好嘅藝術家哦。來分享何慶義先生，先生好。天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何慶義，歡迎大家來收看呢個節目。好啦，先生好，主委好，我想一本詩集吧哈，很多寫一首自家嘅詩，也係地圖其中一篇嘅名誒，拿來做一本書嘅名誒哈。像一本書呢，其實地圖寫很多嘅東西哈，幾當時哈，先生用嚟開始會寫一本書。我來講一個故好嘛，好。我有個阿 Q 啊，佢天生嘅，所以佢大擺都我冇開始，我個樓梯都會扣定，佢要轉冇嘅事，我樓梯都會扣緊，也睇埋個後頭，冇想愛不佢轉去。另外佢都去向我另外一個樓梯講，佢家去換衫褲，我聽見阿 Q 轉冇安尼，所以我個方面我都想講，做埋經常我哋買寫啲小詩，我聽到我一唱扣緊按客家文化嘅個。睇馬嘅後頭，真講佢特別、綠皮唔見皮。另外，我又想邀請大家來共同認識加保護自家嘅文化。我係用一種心情來寫一本應該講寫一本詩集。古時就有一本詩集嘅誕生啦，哈！而且一本書嘅統籌竟然係人嘅尊榮主委哦。嗰當時我唔會講，因為其實有當到嘅公務哈，不過一本書我知道唔單止係何先生經營嘅作品，其實佢記錄董事強嘅客家子民呢，係嘛？係冇唔錯。一本書嘅講起來。因為係一種緣分哈，差唔多半年前，其實我接入個客委會嘅主委，差唔多半年外嘅時間，我係上任有一擺同我哋董事嘅這個太武強嘅太老池登志池先生，池登志先生，係同佢參詳，同佢討論個有關董事。太武客家文化嘅語言嘅傳承嘅問題，還有教學方面嘅教材嘅問題。池先生佢當時都順續就講到有個何先生，當佢寫童謠，還有寫詩，我都有安尼嘅印象。夾我就實來聯絡那個何先生。我哋第一擺見面，我都對佢講話啲擺度夾個木珠。對這個木珠地方透出來嘅一個光彩我係看到一種神采飛揚佢特別講到乜嘅家鄉嘅東西，動物也好昆蟲也好又係講一個植物也好，又係講一個傳統嘅一個可比石鹽啦太菜啦，呢啲傳統嘅一個東西佢都當有感情，當有想法佢偷講嘅事，佢都。仿佛在訴說一個頭白嘅故事一樣，我相信佢係一個當做故事是在講嘅一個人我都想佢參想講出一本安尼嘅作品，嘛感謝恁個團隊
按家的时间半年，是的，做出一本按数时的作品今比真实体白来推荐给大家。哇！M 福喜来嘅朋友真見當有福喜哦，因為呢本書佢嘅質感非常嘅好，當然底度寫嘅東西非常嘅有料我知道當有文圖，因為呢文圖係做得感動人嘅，我想兩邊嘅緣分所以係咩係真見懂度好唔過一度唔單止係巧合聽聽係想半年嘅時間做得做案嘅人講咁有可能，先生唔係寫到凍腳哦。都有靈感其實第八個詩，唔係講半年都寫好，其實係5年。到我開始接觸都講書寫，其實我用嘅客家詩來寫嘅文章，其實冇咁簡單，我先曉用，連乜個人曉講，唔過冇一定曉用，所以我去第個有乜個工具，就係講。我用順來寫，亦都從我學習到出來，所以呢本詩集係我5年來嘅作品，唔係啲半年嘅作品。我哋講先生102年參加寫客家嘅文學獎，就開始進入書寫嘅世界本來係寫台詩，咪係寫詩咯，也能可以種出講，我哋講。看一本書，感覺到你內心有深度嘅感情。你講因為寫詩，把你嘅情感有嘅出口。都係講有陣時，看到乜嘅感動嘅素材，唔知我用順講嘅事，我都講，我都想講，用詩這樣子嚟講到較完整、較完全所以我都慢慢有乜嘅感動嘅地方，也係講。講佢冇拍嘅東西，我都會用詩來家己保留落個安尼。係，我啲書上看到有講人講扮演我哋講扮人扮演，有講飾演，有講飾演，即係講嘅好食嘅湯圓啦大家想到講台中會講聖誕班有當有名嘅聖誕班節唔講書底都特別用講用。謝演，你講謝演，謝演，做10年，我知道係一個同特別嘅，有乜嘅特殊嘅同大家講嘅冇？我係帶實講啦，所以我都想講，我寫啲詩我寫一首細細彩彩嘅詩，唔係用嘅真多講嘅文字堆疊起來嘅，唱詩嘅東西。係用自家嘅情感寫嘅，做埋用飾演來做10年。其實我慢慢去，我本來係寫台詩，我對呢個客家都係冇嘅文化，其實真淺，很淺都一個皮毛。後來因為寫詩，慢慢入去了後，我慢慢發覺到講，有按到嘅好東西，所以我嗰下入去了後，我當啲講。其實客家文化唔淨係講嘅不屈不撓嘅硬頸精神，其實真寶貴嘅東西係真實之情，真實。像老祖先會講，勤耕雨讀，勤耕雨讀就是惜時，珍惜時間。會做按到貪官乜嘅鹹貪，都係因為食嘅物惜物。有的。看那個黃連玉先生有3個一條路，問到幾個人，以後那就講，你咪是成人班啦，你咪是茶啦，你都係寫緊人情。所以我知道客家嘅精神地方有一個特別嘅同感，啲講拍攝嘅感受，嘛會特別真實都係講真多東西，因為係匱乏的一個族群，所以特別啲乜嘅按到真實。哇，懂感動！我想我也可以邀請何先生同我念一開篇第一首詩，同時也咪喺得獎嘅作品都題材，就當有意思、當有情感嘅一首詩哦。大家聽下來聽，特別我知道太不強東江嘅方言，邀請大家聽下來聽。好，落嚟。太菜。強好好嘅太菜，
是冬夏時節，田丘度飽滿翠綠嘅絲紅，足夠面頂嘅鹹菜，是日頭下快口嘅散文，抗草木質國嘅卜菜，是一首一首蹦床嘅小林，聞到綿綿嘅蒼芫菜，是圍爐作等蒼芫嘅春期。選幾日，青春勁衝；卜幾日，風華勁韻；走幾日，滄桑勁老。佢用生命為筆，用時間為情，用日頭同鹽做韻腳，書寫酸香精彩嘅一生。哇，很好聽哦！歡迎大家聊一下繼續真到呼吸來咧，聽下來感受安尼感動人嘅時機。歡迎大家真到呼吸來咧，今每日介紹日本當站嘅實習揾到自家下一首自家嘅詩哦。呀，一翻開呀書嘅時間係咩會先看有推薦序啊。我看主筆就講，君自故鄉來，應敵故鄉思，來日去從前，寒梅促花木嗬。你就講佢真嘅係按台中讀書嘅客家人嗬，因為也地度寫當多有關佢哋種頭嘅事情，也講佢哋啲嘅韻味，也講寫嘅文字其實當重要嗬。頭前按聽到何先生讀嘅題材，我當認真哦，我行去搭批客家詩來看，因為日本時時佢當用心有客家詩，還個有方言，嗰個還有注釋，講特別嘅詩嘅乜嘅意思，嗰有得有。特別講藝術史嘅意見係乜嘅嗬，我知道本所有嘅觀眾嗬都做得當近距離嘅接觸，嘅同時你作為嘅同儕來鑑定嗬，也係講把關一本書嘅時間，裡裡外外都係當用心做啊。一本書真嘅要當豐富。當精彩嘅客家生活日常，嗬，啲擺到生活中會看到嘅要當做代表性嘅一個客家嘅事物，嗬。台灣人講嘅一個題材，係，哦，題材呢，托東西嗬，叫做當貼片，除了按講一個做一個談幹，嗬，因為談幹托東西嚟講，佢係冇嘅每套嘅，咁講呢其實嘅。搭配各種嘅材料，煮出來嘅配湯落去，做一個湯乾，哇，嘅風味當好，非常嘅清甜，個還有按生活、按文化啲擺度，我講日間人，日間人鹹菜莧，其實兩種意思。乜嘅意思啊？而家係講日間人當水河，同特色都夾得來，你都對唱嘅湯乾，唱鹹菜，像那個題材一樣，佢本身冇乜嘅風味，唔過呢，佢搭配起來風味都當獨特，當有特色啊咧嚇。還有聽嘅意思，有可能就帶住貶義講，你講嘅意思，佢自己冇煮，沒有自己的看法。凊彩安尼也好，安尼也好，就是講你講嘢咯。鹹菜莧啦，所以你看佢個上下文嘅個語境嗬，就冇地講一個鹹菜莧係乜嘅意思？係啊，你哦，如果學到了嗬，按上時候按就做一下鹹菜莧嘅人嗬，做一個當火爐當水火嘅人嗬，我係知道主筆咩當會寫呢，因為我看佢講，你看得到各種特有嘅季節嘅顏彩，睇得到山歌翻山嘅聲音，描得到江雲澤他顴骨上的風霜。哇！聽過你嘅事，本主筆按到會感動嗬。落啦，佢嘅氣氛。因為嚟說，先生一本書主要分做三個階段嗬。第一段包含題材啊，係講嘅就係真實嘅東西係嘛，故鄉嘅菜啦咩好啦，又係講水果啦咩好啊。第一段，第一哈，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是琴嘅客家意象。嘿，我都想讲，我点嘛来写客家诗啊？嘿，客家诗，客家诗是得用乜嘅东西来代表客家，所以我就想讲，是到食衣住行来想食衣住行娱乐，所以我底部都有太菜啊。蓝山啊，烟柳之沟啊，烟柳啊，还有乜嘅西字亭啊，係啊，充滿係客家嘅，都係講客家意象，安尼來想。係啊，個天意嘅部分啊，就知道清晨期嚇，都有同期啊，你係嘛？錯，天意部分都係因為我帶嘅國民學校服務，嘛充滿教嘅低年級、1、2年級，所以我想講。有陣時我用家人嘅角度來寫詩，安尼。故說講到呀吼，我就做得孫沙吼、長先生吼，啲都有呀教咪模、教咪名，教咪名係安尼，即係對錯，即安尼啊，係錯。個那一個係空音琴，係捉迷藏嘅意思。我可能我知道講，非常神奇，當初我寫寫。嘅時節會同叔伯嘅兄弟姊妹嚟教嘅吼，我做嚟嚟念一台冇。好啊，嚟聽念。好，唔講我念咩，無法通念太不強嘅。好，先生做嚟試下真教我啦，我嚟學一下。呀，空音琴，北宮下，太沙來教空音琴，木祖咪咪上到濕，你來空，我來琴，本係琴到。幾萬人，石頭背草掉下，水餃大肚不覺順，一個潛出來。鐵鋼睇下，睇下有個走槍槍，很神奇哦。當有每套，當有每水，當有畫面，當有安尼動態感，當中大家一下就得教，然後就安尼念出來。是黑草呀，寫起來吼，就知道童年嘅美食就轉來咧，係唔係同平常時的教好有關係？平常看到按到聲音咧，就當上嘅留幾種單槍嘅童年想法，留幾念轉來係冇？咪有安尼嘅想法，都係講保留嘅童趣的部分係啊吼。嘅像做編兒都細都係啲台中董事睇嘅嘛。我細漢時節，我國小讀5件，所以你國小讀5件，細來細去啊，嚇，所以我個細年班嚇，總下同嚟傾下差唔多1年半年到半年咧，嚇。唔過同我講你個空音琴嚇，我咪有感覺。我當面我記得我有參時間帶烏卡開個木材廠，當跨嘅蔬菜哦，我特拜拜6禮拜我當希望講我嘅同學是得來簽我料，因為我烏卡就個工廠要當跨嘅蔬菜是得教你個空音琴，所以頭先傾語也個是啲擺讀寫你個睇你個。講通講嚇，一睇到佢嚇，睇下到邊面都就會講啊嚇，一階去潛出來嚇。頭先我透過拖兩個視嘅畫面都見進來嚇，本來回憶到往擺教兩個空音琴，一神奇。我知道當神奇，你看哦，一台安尼接下去，唔過有啲東西佢真見出安尼傳下去，你看生嘢好教嘅東西。也客家人好食嘅東西，佢就冇變呢。空音琴，頭擺我爸爸媽媽，佢都咩得教，我都咩教，我都生嘢咩得教，用按神奇，做埋東西，你講可能也書記嘅要玩，電視機要玩，做埋有啲佢就係安尼當親戚，佢就留喺啲隔壁，也就係當友情嘅東西，好冇？好，韓國我看下地圖有特別講寫。冇強用嘅咩係當同期嘅，按到教咪名，也係我知道當神奇呢，老落水有關係。錯，也係一個青年嚇，佢去家家媽去老了，結果呢佢想佢講佢匆忙冇落茶，因為落字匆忙錯茶嚇。我講安尼唔係咁真無聊咧。佢講唔可以啊，佢
做個出門要個二歲帶到個出門，要上去兩碟要變一碟安尼，個溜落個，佢個手指都加個二歲做講了，了咪咪都係講，佢帶落個叫一個前面個框安尼，都係做講了個二歲，所以我都用了個故事，我都來寫，我都寫出了個高咪咪。哇，先生同你念一下好冇？好啊好啊，來本感受一下。二毛瑟瑟，12點，滴答滴答，滴出玻璃面紅，流過來流過去，像搶公雞眼，從唔同度，潮過來潮過去，我手指從玻璃紅，聽見佢轉過來轉過去，像搶怪阿妹同公雞眼做伴搞咪咪。哦，肯定一下咯。哇，迄唔要吃到講唔講嘢呢吼，等下到陣來繼續來分享一本書，還有哪啲同感動人嘅地方哦。歡迎聽下真老夫起來咧，呢本藝文兒講藝出來請教兩位來賓咯，因為這本書吼實在藝術都係同佔嘅，唔過請教兩位做得寫藝術來推表我嘅心情喎。我想先生先講吼，作者先講。啊，作者先講好啊。每個都係也聲音嘅咧，嗬，也同埋嘅咧。係，因為你們好讀嘅感嘅。產詞，你們讀實在是都感，所以我想愛來分享一小說感。我先講一下故事嘛。做得啦。做得好。我做乜會寫啲小詩呢？係因為一個家長，佢送我兩粒感，呢個感係都係兩個記者掙落過嚟，還帶到個書畫，貼喺張安尼。我拿到個時，我真感動，我想講，依個做出聲，依個騎腳頭嘅。因為按有個心，我送來的兩粒貼喺聲，貼喺這樣嘅感，所以我想我用神報答佢呢，我都想講來寫一首詩報答佢。我拿個感嘅時，我想講，做乜規身嘅顏彩啊，都出嚟啲感上過，橙色加黃色，你們秋天的秋山都係安尼嘅顏色，你啲感，你想講規草山嘅樹木。都從我哋小學安尼，你真見到浪漫呢。所以我想講哇，我用上嚟報道兩種嘅贈語啊，所以我想講，除了寫詩，冇其他嘅辦法啊，所以我哋咪來偷啲小感。飽滿又重點點嘅感，還帶到夏嘅清香同初秋嘅難忘。菜燒做個日頭為最仔細，油光滑滑，介乎彈性嘅膏皮，但是下人嘅氣色光彩，嘟嘟好嘅空棚，愛輕鬆嘅同佢白做兩色，介密密麻麻，白色色嘅黃種麥樂，係老農大餅耕耘嘅鹿港毛。介甜中嘅醇香，係正熱而綠腳出嘅金花毛；介粒粒金金光透嘅金囊，從日頭下閃閃發光嘅，係嗒嗒地嘅汗水泛化嘅長將毛。唔拄好，實同柑子咬爛，很酷哦！介酷啊！咁係老農一參嘅手裡呢，風采江老，天寒江糟，偶爾江別，開花江無蓬，熟嚟江高人，一粒感，做咩暗感？感啲。哎呀，就係人情嘅美事。哇，感動嘅質感嗬，也咩同適合拿去做安尼個農嘅推銷，希望做咩？老闆，聽人推銷。哦，也就係你嘅心情嘅
嘅主编呢？你想要寫乜嘅事呢？我冇按浪漫嘅，我哋差唔多嘅條路哈。往擺每一號寫嘅面書 Facebook 哈，今年。唔過我哋慢因為愛宣傳，所以變咗當然愛去面書行去講到事情本大家啲，所以我看到何先生佢寫一首那個改面書，我知道係了下我嘅心情。哎呀，我諗其實有相同嘅心情啦，因為上次唔好寫用也到3時，唔過上次希望有到好嘅消息本大家啲手愛來發布嚇，來諗一下你嘅心情來。唔向水中滴血，是唔會期待一天一天嘅水泡花；唔向山谷呼喚，是唔會期待一箱一箱嘅回響。家嘅面係人家嘅毒品，每一日相愛回應佢到蒼白嘅半夜甚至3更。衫褲欠缺，眼神欠空，手臂欠麻，漫天星斗嘅讚賞，將全都輕輕嘅起落嘅索，同愛味道飛飛轉，遠唔hết，又再寫一行。哎呀，辛苦了！你記寫得好，寫到入心咧，寫到入心。哎呀，你上行好糖哦，吐司咩當好糖呢？咩係死人啦嗬！好，加糖量數時嗬，推俾唔哋嘅心情嗬。生下來本體價又得好高嘅嗬。人講團量嘅，尤其啊誒盲人嗬，人講愛看花燈時間又愛多了嗬，按先來團量嘅。兩位先生唱出題，本 Rita 韓國按天時間面前嘅朋友，大家來團一下，來團係乜嘅？乜嘢先？乜嘢先？我先啦，好啦。T 200隻，好。200隻，好。好，我來拖個多嚇。我來團，大家來團咯，大家傾下團。產部失眠嘅希望，做乜嘅暗暗含水，滴答。滴答，咁輕唔係啲茶邊熱嘅來過，彈呢個東西。嘿，大家有彈出來冇？我知道一明顯，滴答滴答，就係時鐘啊！答對，正確，彈到咧，幫彈到咧。我知道當神奇啊！唔知係乜嘢冇，唔知係乜啥冇，唔知係乜嘅事情冇。其實講滴滴滴滴答滴答，當神奇哦！好，請何先生同人出題。好，謝謝。大家愛來詳細談佢地度嘅思念，佢嘅願叫咯。佢第五寫嘅係心事。是點親親唔敢聽通，驚怕一通到無生意，實本文史得到無腔自拗。還差冇無腔自拗？寫詩嘅時節，我聽哪寫？韓國做唔得聽通，做嘅冇唔錯，我還冇想到。當精彩呢！我知道，透過文史嗬，自己真正做得本人知道有當到嘅回響啊！我就我相信5年嘅時間，何先生寫一本詩集嗬，一路行過來講當輕鬆嘅係冇可能，一定要當到嘅自家愛去原來嘅地方，也係講愛去跨越嘅地方，因為創作出係安尼嘅嗬。我想可能對佢來講嗬。但可能比講一個往下行嘅辛苦5年先出一本安尼嘅那個詩集嚇，真係當辛苦。有價值嚇，有值得啦嚇。嘅先生藝術有請分享一下，你特別講有青島嘅感謝嘅人。錯，也係千無簡單一件事情，都係講我寫嘅詩，我冇可以想講
最近有一年记事的都会讲出版，讲出来了，讲出来，个讲到安江，嘿，但特别我是知道俺个太不卡，经常个俺开太甲河上游个樱花勾吻龟，嘿，系应当我保育，我真感谢讲。客委会，俺台中县的咖啡会，是在提供了清澈的水源，让我们这个鲑鱼哈能够回游。嘛，还真感谢就真多前辈，一些前行者开疆扩土，这样有点蛮尊重多元、自由开放的语言文化政策，保有我们这个没有阻隔的就是说没有阻隔的一个河道，能长有回到美好栖地的可能，好，所以提前来都会感谢咖啡会个蛮来政策，过来我会感谢讲启蒙者，其实我本来是从我辈教书嘛吼，冇回到故乡。我一直感觉到完全冇乜嘅客家意識，都係轉到俺家鄉。我第一擺接觸到嘅徐登志老師，徐登志先生還有張方慈先生嘅作品。我知道講原來俺嘅客家文學，俺客家文化，嘛是在寫到安江、安用美土，所以我都本那種美感召。然後我講安江，後來我慢慢寫。我慢慢想，我就知道講俺文化嘛係先定一下，所以都切寫落過。哇，感謝先生，你繼續寫下去哦。係啊，我想阿江嘅事同大家分享，大家同感同嗬。家下其實還有同站嘅東西，要寫大家聽下嚟到台中，我就請你請準備同大家介紹，台灣燈會明年秋啲台中要閃閃發光咯。嘿，冇唔錯。首先歡迎所有嘅鮭魚返鄉同大家報告一件事情哈，台中市政府2萬到3萬都認真去準備明年2020嘅燈會，台灣燈會到台中。我哋到台中嘅後里有一個特別規劃，有一個客家嘅主題燈區將呢個大甲河河壩嘅上地北度嘅當地嘅資源。做成一個東江嘅一個發電，請大家邀請一個過年時節，2月8號開始來到台中來看應該台中燈會、台灣嘅燈會。哇，很讚喎！好當然大家想要看到時事，係唔係明路宏大下一束自家嘅時秋，看得到買得到呢？你們希望主要係我哋咪開機場嘅記者會，還有一個簽書會。到時歡迎大家報名，來現場我哋會送一本書。很讚喎！歡迎大家搶下來看好書。今日再一次感謝何先生，感謝主編，感謝兩位，感謝所有朋友收看今日嘅福氣來耶！邀請大家等下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上來了。